讲到民众党主席郭文德伫咧做台北市长任内发生着多例经花城的风波，台北市议会成立调查小组，进前有约谈前副市长彭真生来说明，不过伊拢无来。但是在今仔日开会时阵，彭真生总算是出现。会后着机关表示讲，这彭真生正是讲经花城案有真侪决策，拢是郭文德亲身去交代。你会觉得很委屈啊？过程顺利吗？还好。继续到北市议会调查小组23点钟会议，前副市长彭真生离开的时心情轻松，也毋过专程保持低调，因为经花城案已经进入司法定数，配合侦查无公开，会议规定无开放会后，议员转述彭真生证实经花城案的真侪决策拢是由前市长郭文德亲自交办。柯文哲市长交办，所以呢才会组成的这个专案小组会议。从来台北市政府不会帮任何一个民间团体或者是财团或者是民间机构来做研议方案。我想这个答案是呼之欲出啦。好，我觉得柯文哲可能逃也逃不掉啦。我个人是有一点失望的哦。因为我还是觉得彭前副市长非常避重就轻啊，对于敏感性的议题他不是说忘记了，要不然就是直接回答我们说这个答案有点敏感。议员点出彭真生亲像采取对家己上有利的讲法，对部分关键问题含糊大过，真相也爱交予检调厘清。也毋过郭文德前期连环壁，阁有议员压了郭文德今年5月以本人名义提4300万的现金，买林焕园附近林城南路一站48平的商办。全额现金购买，我要问柯文哲，你的钱从哪里来？柯文哲有没有挪用政治现金的钱来买他这一间房子？为什么你是登记在自己的名下，而不是民众党的名下？在他民众党规定是这样，选举补助款1/3要归中央党部，2/3可以归个人。那我们参考其他以前总统候选人的例子我们就用那个钱去要设一个个人的办公室的，长期要用的。办公室吗？还是作为党部的办公室？我个人的。郭文德真紧出面解释，费用来自2020年大选1亿外的选举补助款，要做办公室使用。也毋过伫政治现金金流基分还未解决，国民党中央有原无长期据点的状况，郭文德以私人名义买不动产，佮引起另外一波的质疑。记者综合报道。